台湾的婚礼产业过去呢，更加几多要结婚的人会屯婚礼各项流程规划到详详细细，还会面对的游戏同人客来搞，按用心来拍，也会想要完整嘅记录下来。故种唔单止婚纱相片，结婚纪念的摄影也引来引受到重视嘅。喺新竹户口人嘅婚礼摄影师满头白，而本单係工程师，认真搞摄影，搞到引来引有兴趣。2年前一路屯投入慈海岛，专门去翕婚礼。一张也被按竞争哦，以收费还係一般行情的2倍，一年还係接備到200萬呢。拖完3年，如果翕一場婚禮，我按數婚人，如係認真以內為到新人同親戚朋友過自然親密的互動，還個溫馨的感情，用一張張的相片來還原婚禮的現場。一下係下晝4點半，婚宴還有2點鐘就會開始嘅。新郎阿片們在慢忙行，同擺啲順風婚紗相嘅意來比，依像無按吃菜。以下嘅又會填補擺啲床，以下嘅會客廳，然下會坐啲奶。沙丁還會同傳統嘅工作人員來對會幾多罐嘅紅酒。啲新娘見到阿家前下晝3點就來換新娘衫，行個化妝嘅。8個點鐘，下擺堂到老輩大家入到傾傾滾，冇就啲嘅討論我娘嘅補擺，一直坐啲新娘見到，唔啲老輩準備到娘嘅嘢，已有18點鐘。我不知道外面有什麼擺設對，因為我只知道我自己找的部分啦，我想看一下說佈置起來會怎樣。新娘見到嘅情形，阿片門看唔到。韓國阿片們啲老輩看睇人下嘅狀況，阿家姐咩唔知，後地一條高牆都有意建議嘅爬來嘅。看一下。萬條巴對你能6年都見，8年來已經接備887個案呢。而且必從婚禮記錄係100年嘅2批家私，不過就算按呢，細還可以接到幾萬。韓國啲嘅名錄按法貼，唔好嘅事情以下尾就會傳開落一時推。經驗冇人下對已有唔好嘅評價。他開始轉婚攝之後，在 Facebook 上面有粉絲團，從那時候我就一直有在看他的作品。看了之後就覺得，如果要辦的話，一定要找他來拍。我不知道我老公已經有看饅頭爸的作品很久了。那我跟他講說，我在那個 FB 上面看到一個攝影師，他拍的照片會跟人家不太一樣。他就說哪裡不一樣，我就說他會拍到我們不會去看到的角度。決定婚期的時候，就當天就馬上約，然後就付定金。佢別出按到創業同附近的饅頭爸，其實還蠻結婚，就唔是講做阿爸嘅。饅頭係以後輩19年的妹位，雖然過身嘅，不過以為按好翕相，就係認真嘅用詞，已經翕饅頭。像貓的一些奇怪的動作啊、表情啊，像突然跳起來這樣子，然後捕捉那個瞬間的畫面。如果拍到一些特別的畫面，其實就還蠻開心的。然後放上網絡上宣傳啊，朋友很多回響，就開始對攝影這一塊就越來越有興趣。興趣做對哪類準備什麼？饅頭爸做到未？出題看書，上面查資料自家來好，一天天呢買嘢一台又一台嘅裝批。一下翕一場婚禮嘅基本 PP， 大概愛50萬元。韓國姨妹對很多年的經驗，發展出一家專有的風格。畫面都是比較特別，就是他們的表情、動作啊，不會死板板的，就坐着這樣子給我拍到，可能會跟一些朋友互動上，我會抓那個 timing，就是那個畫面出現的時候就把它拍下去，然後他們的表情。後來給新人看，就會覺得，整個都是很生動的，對，這種生動自然的畫面，通常是比較耐看。今天是2個家庭結成一個幸福美滿大家庭的日子，在這浪漫婚姻背後。因為愛好看以翕嘅相片，很認真以翕來嘅表情鬼刺眼，還個愛翕到按刺眼嘅畫面，除咗愛翕家下，愛翕來夾，真正重要嘅係愛曉得將氣氛帶出來。我主要其實是在控場，然後比較跟新人互動關係會蠻好的。很多那個新人的親友就會問。
我是不是新人的朋友？会不会看起来很熟这样子？其实我有给提白见面。对啊，我的个性就比较活泼，喜欢跟他们比较有互动。熟了之后，然后就会有很多比较画面会比较自然一点点。对那时候拍出来画面就会比较有情感。阿姐打亮一点点。不过婚宴的现场人下暗多，像伊咧摄影时有可能冇办法翕到所有的东西，所以几年前，馒头爸开始前来拍，就会爱甲每一场的婚礼翕到韩国手切、韩国章。每个婚礼细节都有画面啦，比方说一个新人从舞台要下来好了，我觉得那个下来就有一些画面可以拍摄，比方说新郎会牵新娘的手下来，对。有很体贴的这种动作，就可以捕捉那个画面。因为我拍婚礼记录，其实有个想法，就是我拍的照片要给人家看，有办法让人家觉得像是亲临现场一样。对，所以我要把整个画面的环节都要串联起来。我看很多人拍照，其实就是可能就一直拍，然后可能跟新人之间感觉是有点隔阂的，但是他可能比较不会。一开始的 email 接触，他就很注重很多的细节，在回复客人的一些，他都有很多的 SOP， 就是说他会非常注重，就是说跟客人之间的互动。成功婚礼踏上红毯。台湾的婚礼产业规划特，婚礼記錄係廿10年來未見來見去，對傳統的討親儀式到訂婚的主席，還有結婚的主席，又見來見到專業團隊。所以表現出嚟嘅風格未加過豐富。對。每認真競爭按激烈，我有好嘅技術，每我有用心嘅服務。開玩笑哦。啲按摩行按落嘅現場當中，我被騙入韓國從事人過唔會注意到嘅洗手菜，將會有過好嘅名聲。婶婶往前傾，靠近老公。對，好。長輩其實不愛拍照的很多啦。我們要跟他像成為一個朋友、家人這樣子，他們長輩就會卸下心防就會跟你很好，對他們當然好了之後也有很多好處，他們之後就會跟他們親友推薦，兩個攝影師動火你看擺到嘅親機翕相。唔但請過從事新公婆嘅意見，萬條把美國會面，因為婚宴現場嘅美麗人下，未來都有可能會親密翕相。所謂回流客就是我可能幫他新人拍了一次，然後幫他姐姐也拍了一次，然後弟弟結婚又找我拍一次，所以整個家族他們的結婚記錄都是由我拍。我新年安時請配好含辣，歸到路卡還會過用3批按久嘅時間來製作，怎會有按針對嘅作品。用網上嘅平面影像，表現出婚禮按鬧熱、按幸福嘅氣氛。伊咧同婚間一種相片永久保留。萬頭爸講就係按用嘅感動，伊決定會繼續翕下去。恁下個該互動當好，翕好記得看到照片當開心，然後還是當有成就感。對，整個環抱一下，整個笑開。